各位观众朋友都讲过，在继续收听提教国际，一礼拜新闻后，同你大家来关心的。观众朋友对天气当最近发现，一道国际新闻包含新加坡战车对香港本拉下来，还有 APEC 后续的发展，多多少少都会讲到两岸关系。我过去了长时间，因为节目地都就访问到有关两岸关系学者，大家都会想起强权事情，是年lang之前所发生进行的马社会。做乜經過安裝事件，呢件事情嘅影響性為安泰。你見到節目地圖非常難得，為了個繞長度時，該時節就要去到馬社會現場，見證呢個歷史時刻咧，真是太好。邱坤賢、邱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新聞教授來到節目現場後，我為觀眾問一個問題，希望教授談到冇知道當場都冇反應哦。很多人政府地圖很多做官嘅，很多其他學者，但像這個人在坐上談判桌，然後習近平面對面會談，做乜嘅會有議會啊？因為我是在國家安全會議當諮詢委員，那麼是負責協調整個的兩岸關係。那兩岸關係裡面，我主要的這個任務就是負責這個就是幫總統來去提供意見，甚至於呢，就是在有關於我們政府機關裡面有兩岸關係的事務的時候，需要去出面協調的，所以我呢是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這個馬習會的時候，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兩岸關係的業務那我想自然而然的應該就是這樣子而上去的。有人講因為我係客家人咁正經就講。冇人我想唔係主要考量因為韓永英博士又對嘛講嘛，因為跟省級嘅平衡啦叫做啥為誰呢？這兩個台灣呢，佢一下子客家人做那樣你是投票你？係啊，我想唔係主要考量，主要還是以這個專業為重要的，因為它裡面有這個總統，對，那當然總統府的。對，這個秘書長跟副秘書長是國安會有兩個嘛，是一個就是秘書長，一個是負責兩岸業務的諮詢委員，還有一個是陸委會的主委跟副主委，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動此言的組合啦。我這樣問哈，事後大家各種嘅報道啦、評論啦、分析啦，開始在我哋為到嘅訪問咧準備看啲當多東西，除了你看得到嘅，我哋冇法度去現場。很記得，開始真係很有閉門會議，有當多東西係入人去睇唔到嘅，觀眾讀者看唔到嘅，到底要乜嘅？你哋私底下答辯啊，就係講你自家就看得到嘅，係咩就係利用難得嘅機會讓呢觀眾嘅分享。當然動作時間呢，就我們在講啦，吼。當然。但是我想，一個事件的，就是說開始，其實背後都是有非常這個冗長而且非常辛苦的一段的過程，大家可能是，其實大家可能照表操課，就什麼歷史之握2分鐘握手啦，大概可能照表操課跟背後的這個協調跟這個折衝其實是非常辛苦差不多多長時間的準備？準備的時間，從開始一則事情而發生跟唔係講突然之間就會來嘅跟一定有個醞釀還有它的一定的這個進程。你譬如講。你兩岸關係本來是白手套的海基海協嘛，對，後來慢慢就上升到這個陸委會主委跟對方的國台辦的主任的正式的見面，那麼這個大家都會想說很自然而然的，應該往上發展，有這個念頭我想應該都是大概有2年的時間，是，呢2年的時間大家相互之間兩岸之間是相互的折衝，相互的交換意見。慢慢的有一定的共識以後，就差不多這個時機裡面就應該要去進行這些事情。從2015年11月初期到呢下，年lang下架嚟啦經過安衝嘅事件，你認為馬社會就按人家講到嘅，就是行禮如儀的握手，這些表面上看到有乜嘅新潮，又有什麼缺憾？大家一定會講，見面冇乜了不起但是呢，今天能夠見面它就是代表一個重大的意義。因為講你要想見就做咗見面啦，冇咁簡單啦，你也冇嗰張特別2年多來甚至於講8年多來的
这些努力的话，那不可能会有今天的这个见面嘛。所以见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就是把整个两岸关系很重要的，就是抬上了一个台阶。就是以后你两岸关系像过去只有海基海协、国台办这个跟我们的陆委会主委，现在已经有了领袖之间的见面。那将来一定很有可能，就是说条件如果成熟的话，那两岸之间的领导人、首长见面都是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最大的重大的成就就是为下一次的这个政府啦，就是铺上了一个非常平坦的路。你只要是愿意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共识来去遵循这个两岸关系的一定的规矩的话，是像这种见面它是有可能的。对。那遗憾的当然就是，在这个见面的时候，没有比较有让大家觉得说有这个重大的这个突破。比如说这个两岸之间互设办事机构是，这已经谈了非常久了。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要求，我想在报章杂志上都讲得非常清楚。是，所以我想见面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意义，它把两岸关系把它升上了一个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步。教授，我爱问见面三分亲所以见面那件事情当然要去后背经验。问题是讲，可能年lang之前。两场安重要的见面會，對年lang之後，發現其實感情上唔會濫上講馬英九老習近平作為兩岸嘅亞洲都強出衝下猛大嘴鼓，結果從前部個馬總統到馬來西亞去講戰，結果是受到中國嘅打壓。佢也當不滿，佢也任時開記者會，佢也做到反擊嘅動作，所以做乜嘅我哋會話到講習近平到馬英九其實算係。過去幾十年來，兩岸關係兩頭人最好嘅時節，一下台係因為幾下台嚟嘛？又係講其實見面晚見面，國家對國家，因為係咪看做兩頭人到兩頭人算係合適人，國家對國家佢強用打壓你，因為變咗馬英九你也強用面對中國人。這個其實兩岸關係有個最微妙之處也就是內外有別，就是兩岸之間。就是兩岸之間可以做的事情，國際上，在中國大陸還是認為他要很堅持。就是內外有別，就兩岸是內，是國際上是外。但我們在新加坡見面，那個新加坡見面，那個是兩岸之間的，就是領導人他在這個共同願意的地方，那個是主要我們彼此界定都是叫兩岸的領導人，在那邊見面嘛。那你現在的馬來西亞這件事情，我特別要說明一下我們還是以這個中共官方的語言正式的這個就是說聲明他當然沒有針對這件事情做出聲明對。但是你也注意到，個錯不應有個這個台研所的所長周志懷對。佢有講到兩件事情特別重要。兩岸關係的本質就是一定要去認識，就兩岸是應該是同屬一個國家，是第一個原則。第二個就是國民黨，特別是馬英九總統他當然沒有講總統，馬英九總統對於兩岸關係的貢獻，這個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覺得他昨天在那個場合裡面特別講這種話，是有他特殊的意義。那至於說在馬來西亞，這個其實你因為現在兩岸的結構還沒有一個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嘛，那麼當外交的人員其實是非常的清楚他這個採取這個手段的方式一定是寧左勿右嘛。有時候有的事情一定要做。今天有一個比如說中華民國總統去，他一定要按照原來的外交部的規範來去這個從事他應該做的事。你讓我想要打斷你，問一個問題。意思是指外交跟會不會國台辦是兩個體系？當然是兩個體系啊。所以其實就外交上是有點像棍子跟紅蘿蔔，
啊，对，两个是交互运用的啊。那你刚刚讲的很好，国台办就是两岸之间叫内嘛，外交部是外嘛。在外的话，这个老共现在还是非常坚持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处理。那么你如果不处理的话，有可能反而会被就是说这个上级啊怪罪下来，所以干脆就先处理。那处理的结果呢，可能会引起一些的评论啦，说这个怎么又开始又打压马英九啦？是，但是实际上来讲，他这个整个中共中央的这个基调，就是对马总统的这个定调还是没有改变的。像昨天那个周志怀的谈话，周志怀讲的话是非常清楚。周志怀待会我有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我先请教说，冻简单哈，简单是从安来看，你下马总统、马前总统吼，佢都认为佢最傻皮的嘛是两岸关系。佢为前年去做国安会咨询会战后，冻简单提前长时间研究中国大陆，有了解两岸关系。我强调一问题，某一定系从复杂的角度，某一定系从前国安会咨询会战的角度吼。今日马前总统佢最傻皮的两岸政策，做乜嘅调查会显示，都佢认为认同这个系中国人的比例系有史以来最大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你今天你在两岸关系你是最大的成就，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看全面性的，这是两岸关系里面你是推展了哪一些层次？它有文化的，有社会的，甚至于我们在国际上，我们有得到很多这个外溢的效果。好，所以比如说台日关系，我们台日渔业协议就是因为有签。最重要的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两岸关系和缓嘛，所以在国际上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啊。但是你说这个中国人的认同的问题是最低啊，对，那个就是因为两岸之间的交往之后啊，我们台湾自己多元化的社会里面的一个表示，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现象。是。那你可以讲说，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呢，有可能是因为中共对台政策的这个比较有缺失。让台湾人认同中国人的这个比例会下降。对，所以我们今天说一种煞皮也两岸关系，但是两岸关系的这个面向很多啊。它有这个国际上的，是刚刚讲的，就是说有很多外交上的突破。比如说美国人还可以给我们免签，对，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台湾在两岸关系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平角色嘛。好。有经济的，经济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 ECFA 的效果还没有到嘛，有文化的、社会的，陆客啊、陆生啊，这是全面性的。那不认同中国人那只是在整个的面向里面的一环。那它的原因呢，不一定只有说是两岸关系里面开放的结果。所以跟这个马政府的两岸政策的关联性其实不是很大。OK， 非常感谢邱教授的上半场的解说。在客观之下，讲说其实的关心，当然最大的变化是5年lang之後，叫做蔡政府上任，兩岸關係又出現新的變化。兩岸變化之後咧，因此呢2年專輯先了解下兩岸將來。歡迎大家過嚟再度訪談嘅現場，今日現場係政治大學東亞所謂邱坤賢邱教授，從佢之前去參加馬協會嘅經驗來看兩岸關係。上半場回顧歷史，下半場展望未來。我記得對5年lang新政府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前就當到見過嘅意見，是講兩岸關係冇好，按蔡政府上台天搖地動。我老實講過嚟半年呢。你看12年了後，半年下架，冇咪天搖地動啊，算係很為做得啦吼。所以像你長時間觀察兩岸關係，เรา對中國大陸嘅了解，係最唔好嘅事件已經過體咧，就係題材很猛掉出來。應當這麼說吧，也就是說，這個蔡總統上台以後，他的大陸政策我們可以分兩方面啦一個是
讲的言呐，是一个是行了哈。就职的跟双十国庆的谈话。对这个演讲里面，我觉得他的2个演讲，其实中国大陆对他们的评价哈，并没有那么的差啦。对，还不错，还不错啦。而且他有提到中华民国宪法嘛，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嘛，都是一中嘛哈。对，可是他就是不愿意从他嘴巴里面讲出一中嘛哈。但婉转的讲出，婉转的，目前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了哈。所以从言来看，所以国台办说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答卷嘛，是，所以还忙考试期忙下天了，忙下天了哈。所以他只要从行的话嘛，当然这个中国大陆是用显微镜来看的，任何的行动啊，比如说提名大法官呐，对，这些是不是有比较台独倾向啦，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哈。那这个，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它现在是比较属于这个观察反应式的观察。可你那边你讲诶，到目前为止还算可以，但是行的方面的哈，可能慢慢的简单的说，就是温水煮青蛙。但是，我告诉我讲一件事情哦，你都讲到提名大法官了，该去派宋楚瑜，了解算是以县民立场的人去。監工未表出善意，冇想到習近平從唔賣中嘅，宋楚瑜是運動係算係表出善意的吧？以 APEC 那件事情。其實大家都談到 APEC 哦，我覺得 APEC 最重要的事情哦，不是在領導人見面，是那個 APEC 是一個很好的場合啊，它是可以幫台灣很多的企業啊找出一條出路的，特別是大企業，因為裡面有很多。跟这个就是国际之间的合作的项目啊，来去进行。那台湾这个媒体就是只有在争论到底是1分钟、10分钟，甚至于8个小时。是，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无聊的事情。那回到刚刚讲，那是不是个善意呢？当然，就蔡政府来讲，他没有什么任何的损失。因为基本上，他这个也不可能期待在那边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对不对？所以，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因此得罪了一些深绿的人。那 OK， 那当然那是不是损失嘛？那当然就是一个损失了哈。如果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是我是纯粹从两岸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那这种善意，那大陆有没有看到？因为那个宋楚瑜在去之前，他还是强调啊，亲民党是这个主张一中的嘛，是还9二共识嘛，是。所以从这个来看的话，让你去 OK 的。可是。那么在这个大的架构底下、结构底下，那么宋楚瑜跟习近平之间的会面啊，或者什么，就不会像以前，像联或萧一样这种情况。刚才邱教授讲一下，形容两岸关系像温水煮拐的啦哈。温水煮拐。先前啊，人这种讲法是讲会反映出来係乜嘅？係因外交嘅吞高超。年代23只邦交國。馬前總統最尾時節，而家甘比亞團體咧，不過係對蔡政府時節佢哋警告，兩個事情當然係冇一定有關係。你亞中22隻邦交國，不過都見看起來，中國冇乜嘅特別嘅，每隻有談到像係教天、梵蒂岡天地，所以啱啱問下，大家當時兩岸關係變唔好，到底最唔好嘅狀況，可能咪到乜嘅程度？最唔好狀況啊，當然 any 有時想啦，嗬。也就是我们要去准备最坏的，我现在是讲最坏的状况嘛。对，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对，最坏的状况，最好的准备嘛。那么心理上要有准备，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蔡政府有在做心理建设。哦。我们在准备最坏的状况，所以他一天到晚讲啊，说我们要抗拒压力啊，对不对？那表示说，中规台路的压力的话，会逐渐源源会不断。是。那最坏状况是什么样呢？那最坏状况就是，当然。我们邦交国，那么是不是会到了，就是说，使得我们在国际上被承认的国家会非常非常少。那可是有人会觉得这不在乎啊。对啊，但是邦交国永远办哈。这个其实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你一个国家，你作为一个国际上的国家，你当然要有一个国际法的人格嘛。是。那如果说没有人承认你的话，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而且有邦交跟没有邦交啊，虽然很多国家并不是这么的大很重要，但是有邦交跟没邦交还是差很多的。特别是政府官员出去以后，
你才会体会到有邦交跟没有邦交的这个重大的差别。那完了再过来就是慢慢的陆客减少，慢慢陆生嘿，但是中国大陆它中共中央它没有说是他们的政策，佢一定讲呢，一个此烟发生的，因为两岸关系的两岸关系跟环境啊改变了，所以他其实他不愿意去承担哈两岸关系这样后退的一个这个就是说责任呐，他会让台湾老百姓去相信。那会不会成功？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今天两岸关系倒退啊，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蔡政府的大陆政策的失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就是跳跳我安嘛。哎，当然了，免工不是我中共中央的这个这个政策，而是自然，而且是你们蔡政府做的。我想聊，你谈咧，唔是几多失败，几多败败。当简单，设计认为蔡政府唔讲9年强势来时则时候，针对俩家下所讲嘅讲到，第3届两岸智库论坛摆3日時節，如何對共識訂場吼？第2屆講到嘅中國沙擴展台灣研究所嘅所長周志藩，佢指出就是講中國大陸其實唔反對9年強勢咯，大家最常嘅談嘅時則是自我嘅其他嘅談判、其他嘅強勢內容。哎呦！哎，我談到，我啱先談到了談法，我是觸驚一下，我想到2件事情。第一，周志懷係乜嘅角色？佢係乜嘅電機嘅人？佢講了話，咁有可能係要官方授權。第二，佢對了隻事件點講了話，佢嘅用字就會乜嘅？我想個周志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嘅所長。就有點像你對台灣嘅角色。那個在台灣的話，應該他是屬於我們陸委會一個局處長，司處長，但是他是專門負責研究台灣問題的，是，而且是全國性的最高的這個研究單位，是，那絕對是有官方的授權，佢講的法一定是有官方授權，沒問題。那當然，這個講到說，不需要9個共識，可以另外找一個共識。大家一聽會覺得是那個感覺很不一樣哈。我有點嚇到啊。可實際上來講，這個9個共識，如果說9個共識有2個東西一定要特別注意，一個是這個東西的歷史事實，第二個才是核心。它的核心意涵是什麼？兩岸要同屬一個國家。對。那麼蔡總統的講的說，這個他理解並尊，他沒有承認哦。對，理解尊重了哈。這個9·2會談的歷史事實。對，到這裡。所以歷史事實其實那個蔡總統他 OK 的。對。可是他沒有講到下一個。是。就是兩岸是什麼關係？嘿。兩岸乜嘅關係？這個才是真正的核心。可是對方已經講得很清楚。兩岸一定要同屬一個國家。馬政府時代講的是兩岸非國與國關係，唔係國家嘅之間的關係。哈，對，那個做得啦，那是過關的。你下講有蠻講的問題，所以他講說不需要9個共識，我覺得很 OK 啊。因為隨着歷史的改變、環境的改變，可是他後面那一句話才真正重要。那你要找一個新的共識，跟新的東西啊。還是要符合兩岸是什麼樣的關係的核心的意涵。可是老師，台前的時節，民進黨蔡英文是講出來台灣共識啦。台灣共識唔係兩岸的共識啦。幾時講用台灣共識代替9年共識？台灣共識，你還也沒有回答這個兩岸關係是什麼關係啊？你一定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是說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是。那至於蔡總統他要怎麼想？那可能他認為他不需要去回答這個問題嘛。好，該我要問吼，到今為止啦，兩岸還算係沒有種衝突嘅敵對嘅關係。尤其係人民嘅感受是講哪隻國家會前兩家會談對你，所以你會有受到威脅嘅感覺。不過大家包含解到觸驚受到威脅嘅人，也唔希望兩岸關係越來越唔好，因為政治反政治，我係憲法。強讓受到兩岸關係唔好嘅影響，尤其係負面影響，所以
对安个重控之下，都在政府那面嘅两岸之间还有乜个路好行？我想一听呢，其实呢，蔡总统讲得很好，一种维持现状，但是 status quo， 对 status quo， 但是现状是什么？现状是两岸之间的领导人可以见面的现状吗？还是说9·2共识承认9·2共识的现状吗？所以这些都是很模糊的问题。那真正重要的是，我还好嘅，难道有些东西不是应该要保持模糊？对，模糊。讲炮太开始喊哪？但是我们的以前马总统时代的模糊就是非国与国关系，我们没有讲。